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说。我想听。在此刻，我决定把我和爱宝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乃梦。看着乃梦无助的眼神，我无法去想象我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、每个字会对她造成多大的伤害。我只是很清楚的知道，我必须要说下去，因为只有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她，才能让我此时此刻的心境感到一丝的宽慰。我对他压抑已久的愧疚，才能稍微的减少一点点。对于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，最起码的照顾应该有吧？怀孕？难道你连你老婆怀孕都不知道吗？你是她老公吗？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公。哎，不如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去我家吃饭，我再让他做几道他的拿手菜给你吃。鸡翅就做上次那个样子吧，我想我女朋友一定会喜欢的。今天就麻烦你好好表现一下了。我老公说他跟女儿子玩得可开心了，真没有想到他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我看不如就赌闹闹吧。如果我输的话呢，闹闹就借给你玩3天。要是你赢的话，我老公借你差遣3天。你就这么放心把老公交给我？我不会输的。哎，这是你孩子呀，都这么大了，真可爱。哇，跟林总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怎么了？别再冷了。你看他们俩怎么样？我看不怎么样。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，你瞎组什么局啊？我也是好心嘛，他们两个都单身，而且挺合适的。那你们两个肯定有共同话题啊。年轻人谈恋爱啊，你别跟他瞎掺和。你要买房子啊？这是我的私事，明白？明白。
爱宝，你们家都是你自己布置的吗？一个学设计的朋友帮忙布置的。能不能带我上楼参观一下？奶萌，这时间不早了，应该孩子也睡了，咱们走吧。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不能没有你，不能没有孩子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怀孕了，我当爸爸了。你要不要再睡会儿？你怎么坐在这儿？赶快上床吧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，对孩子也不好。你以后一定会是个好爸爸。只是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我相信我以后会是个好父亲，我也相信你会是一个好母亲。我要谢谢你的坦诚，只是听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心里明白，你是属于他的。作为一个女人，站在他的立场想，他比我更爱你。我跟你说的那么多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别再提了。奶萌，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。她是你的女儿。别再讽刺我了，她不是我的女儿。我知道我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我会把所有的亏欠都弥补给你，弥补给我们的孩子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愿意，我相信你也不愿意。
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。现在在我眼里，只有你和我们的孩子。哎，喜欢吗？就行。你爸爸可爱你了。啊，到了，到了，我在这边等着你。闹闹，爸爸，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。来，玩玩这车，我看怎么玩的。来，这个就掉了。什么呀？这什么车？这什么团车？集团车啊？好玩吗？好玩。那你玩给我看，怎么玩的？爸爸，你在干嘛呀？丽娜，别在这玩，危险。大宝，抱他出去。闹闹，来，我们别在这儿玩啊，乖。你自己小心一点啊。好，开灯吧。闹闹。
那梦姐她还好吗？好多了，应该没事了。那就好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是不是有话要说？我有些饿了，能给我弄点吃的吗？嗯。我们分手吧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你不要说气话嘛。我是认真的，我们俩真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也许对你来说太老了，你应该去找个年轻的，更适合你的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啊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愿意，我相信你也不愿意。那么你听我说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我，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你和我们的孩子。
如果他醒过来看到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不想再刺激他，知道吗？爱宝，爱宝，爸，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这么叫你，但我想应该没有了吧。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写信给你。我很少写信，所以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。首先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一直在想，究竟隐瞒和欺骗，哪一个更不可原谅？但我真的无法隐瞒你。在我再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无法隐瞒什么，所以只有骗你。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才刚离开你，那么快就嫁给了别人？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自然而然就那么做了。
也许这就是命运吧。你记得我离开你的那个晚上吗？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接下来该何去何从。然后他就在我面前出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信任他。他说让我跟他走，我就真的跟他走了，一点也没有犹豫。他居然会煮米粉，而且煮得很好吃。我忘了那天晚上我哭了多久，我只记得那是我这辈子哭得最久的一次。但我哭得那么心安，比在你怀里的时候还要心安。后来我哭累了，他就跟我说住下来吧，于是我答应了。他也是个很有趣的男人，不过是另外一种类型。他想尽办法逗我开心，我渐渐的就不再那么难过了。
后来他向我求婚，我自然的就答应了他。其实我结婚远比你早很多，大概距离我离开只有1个月吧。结婚的前一天，我从楼下走上来，走到你的门前。爸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他说他爱我，愿意娶我，愿意和我一起养大孩子，于是我嫁给了他。我知道里面有换钥匙，有时候趁你不在家，我会偷偷的回去看看，看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
我拿走了一张我们的合影。我知道你不会让我保留那个孩子的，我们搬走了。刚开始的一切都很幸福，我只是偶尔抽空想一想你。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他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直到孩子生下来后，我以为他会接受这个孩子，但渐渐的，我发现我错了。你回来啦。孩子生下来几个月后，他开始对他不理不睬，慢慢的，他变得越来越过分。他不止一次说要把孩子送去孤儿院，有时候我从外面回来，发现他竟然一整天都没有喂他。孩子哭成这样，你是喂他了没有？你还算是个人吗你？你就说这里有什么不好？这里就是不好啊！怎么不好？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好？我跟他吵架，
他说他爱我，我要跟他离婚，他又反过来恳求我。我相信了他，我相信他是爱我的。他看着我的眼神，跟你早些时候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。那恐怕就是爱一个人的眼神吧。他年纪比你小，我觉得我也是爱他的。有时候我问自己，是不是我做错了呢？但是我真的很想要那个孩子，那种心情恐怕是他，甚至你都不能理解的。为了弥补他，我对他好。爸，我对他的好，是我从来没有对你过的。我有时候想，如果当初我对你这么好，没有对你任性、撒娇、发脾气，会不会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？是不是这些就是长大的代价？你对我的那些宠爱，我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我越对他无微不至，他越认为我是在弥补，我根本不爱他，于是他越来越恨我。他说他自己因为某种疾病失去了性能力，所以不能有自己的孩子。也许因为如此，他更嫉妒我跟你的孩子吧。但我却没有想到，他对孩子的恨居然到了那种地步。我不希望我孩子的童年跟我一样，我希望他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长大。我离开了那个地方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，我一个人和孩子一起过生活。是的，我要养活我自己，也要养活孩子。靠出卖自己，但我并不觉得自己脏。我见过太多外表光鲜亮丽，内心却很龌龊的人。我只是想活下去。什么事儿？林总，公司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处理。你自己想办法处理一下就行了。林总，这怎么了？就是啊，是不是有点儿？是不是当老板都这样了，让我这打工怎么办？字儿怎么签呀？合同怎么签呀？这个好办，我是这样的，肯定有事。咱这单子怎么办？就是呀，这个现在必须得找人。大家先别乱，乱有什么用啊？难道说林总不在了，我们公司就不能正常运转下去了吗？任毅，要不你暂代林总之职，我们所有人都向你汇报。林总这么信任你，你来替他管理公司，我想肯定没问题。
当机立断吧，是还有好多事要处理呢。对吧？需要一个人赶紧做。总不能没有领导，对吧？是那我们来管理这个公司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这么多业务，那以后就拜托大家多多支持了。您放心，大家都支持，您放心，这样好啊，有领导啊，对呀，公司一个领导不行，两个领导不行，没事，我看一下。下面的事情也好过吗？对。这样，各位回去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，近期的工作安排我会尽快发给大家的，好吗？我先走一步。哎，好的。爸，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再遇到你。我看到那天你见到我震惊的表情，相信我，我心里的震惊，爸爸一点也不会亚于你。爸爸，妈妈，那是我妈妈。其实，我偷偷的幻想过无数次我们重逢的场景，但这种应该是最让人失望的一种吧。咫尺天涯，逸轩，你来了。我宁愿没有遇到你。真的。艾小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先生林逸轩，这位是艾小姐。你好。你好，这是你孩子？他是我孩子。爸爸，闹闹，他不是你爸爸。先走了，再见。我想要把这一切全部告诉你，但是我说不出来。可能是因为自尊，所以我只有撒谎，叫孩子叫爸爸。接下来的这几个月，更是我无法想象的。每次和你单独在一起，我都一直紧紧抿着嘴。你发现了吗？因为我怕我忍不住脱口说出什么，最好连呼吸都停顿。闹闹其实他真的挺会画画的呀。你在家里有教过他吗？没有，都是他自己拿着笔随便画的。你应该考虑让他学一学。爸爸。来吧，给我吧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不如我们一起吃饭吧，等会儿还可以接着聊啊。你们好像聊得挺开心的。好久没和人聊得这么开心了。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我跟孩子还有事呢。那让我们送你。没关系，我打车回去就行了。我们改天接着聊。Maybe someday you will come true. When I dream, I dream of you.
孩子，你会杀了孩子的。说实话，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点什么？你搞什么养孩子？你说话，你搞什么养着孩子？说话呀！你根本不用这样。我是你爸，我可以养你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我开始心里一点都不痛，压抑太久也就麻木了。是你一点一点把我的痛觉唤醒，我才发现自己又是个人了。我从来不愿意给你惹那么大的麻烦，我一直在控制自己，远离你，但我最后失败了，我又回到了你的怀里。是人就会爱，会恨，会同情，会嫉妒。我喜欢南梦姐，是发自内心的。她是那么的善良，帮助和关心我这个陌生人，而我却在背后勾引她的丈夫。在古代，这样我应该会被送去游街吧，但有股控制不住的力量推动着我，让我去靠近你。每次看到你们恩爱的样子，我都会嫉妒，所以和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能够感到满足，即使伴随着深深的罪恶感。现在我要走了，我已经被他找到了，我知道他不会放我走。他是个偏执的人，选好了方向就会一路走到底。也许他也没有恶意吧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对这个孩子，所以我必须尽快的找到他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用生命去保护这个孩子的。喂，你在哪？我在外面呢。我饿了。我来了。好了，谢谢。怎么样？
不喝。再喝点吧，再喝一口，喝吧。瞧你，你不喝，孩子要喝呢。谁啊？一早上就喝酒啊？早喝就好啊，一天都是醉的。兄弟，坐，陪哥哥喝一点。有什么愁事儿，骗你借酒消愁啊？这段时间，你嫂子生病了，我一直在医院陪她。也许是太累了吧。嫂子她还好吧？医生说她没什么大碍，应该休整一段时间就好了。我前2天看你是精神状态不好，今天见你是身心俱疲，不会是什么东窗事发了吧？人家，有件事情呢，我希望你亲自帮我办一下。您说。你在附近呢，给我找一个小户型的房子，尽量条件好一点，最好是已经装修好的。你要买房子啊？行。这是我的私事，明白？明白。上面那就轻一点，别磕着。人家，林总，我看这房子感觉不错，你满意就好。辛苦了。应该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。当然。林总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咱们公司眼看着蒸蒸日上，马上晋级4A，接下来还有个大项目，可是一笔大单啊。听到这些，都不能让你开心吗？星光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在掌握之内。资质问题马上解决，还有就是竞标的问题。我打探了一下其他几家有竞争力的公司，在这个项目上，他们完全没有我们投入的多，也未必参加最后的竞标。毕竟，他们也要保存一些实力嘛。另外，我找了其他2家公司来陪表，都不是4A。
基本上没什么竞争力，况且是陪表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不瞒你说啊，兄弟，最近呢，这家里弄得一团糟。幸亏这公司有你啊，也算得我一点安慰吧。林总，您可算来了，这些文件都等着您签呢。您要再不回来，公司的活快干不下去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如果我不在的时候，公司一切权利都交给仁义啊，他可以全权代表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我把这些文件放到副总的办公室去。行了，你先去忙吧，我想自个儿待会儿。少喝点，对身体不好。好了，我没这么金贵，只是怀孕，我可以自己走的，别扶我了。医生说了，说你现在情况还不稳定，不能随便的剧烈运动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对胎儿不好。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吧？怀孕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啊，慢点。没事的，我决定了，今天以后我要经常动，好好动。慢点啊。我决定了，今天以后我要改变一下我的生活方式，不能再这么依赖你了。你想怎么改变啊？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要有我的朋友，有我的工作。我不想每天像怨妇一样待在家里。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和我的朋友接触。还有，宝宝出生后，我会更爱他的。你要慢慢适应。